来那这个清明节有真侪地头拢有食润饼糕的这个风俗。讲台南今年的润饼糕是起5块，因为原料食材拢来起价，像做这个润饼皮的面粉，一袋是贵100块，为5.6起到6.6。那这个润饼啊，像这个鸡卵嘛来起价，这个白卵一斤来到50块，土鸡仔卵一斤来到75块。也毋过这个生理是照常抢滚，排队要来买润饼糕的人潮嘛是排甲长。业者理润饼皮速度真紧，佮到真济鸭，有炒豆干、卵、有糖粉、土豆粉。清明节伫要到啊，润饼糕的生理抢滚。要2点钟啊？啊，你要买偌济？1包。2个小时。要拜拜用吗？要拜拜用。来到另外一间润饼摊，业者无用甲变过，因为来买的人客实在伤过济。不过打顶打广告写起5块，因为最近原物料起价，润饼糕嘛受到影响。不过人客同款真捧场。香涨幅跟去年差个300-400块。啊，起价嘞？起价无差啊。来到润饼摊，牌仔同款写180块。头家讲，因为拢是老顾客，唔敢起价。不过原物料一直起，生理较受影歹做。本来是5.6啊，真6.1啊，话搁较好就是6.6啊。润饼内底真侪人拢会搞的卵，嘛无俗。白蛋现在1斤50，土鸡蛋1斤75。清明节伫要到，不过润饼糕的价小煞变贵，其他亲像土豆粉、含糖粉、有高丽菜、芹菜，拢有小可涨关价。不过店家讲，这是大日的问题，若等到年假过，价小就可能会回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